海饮酒吧。哦耶，海饮酒吧。所以在观光的行程会有去看飞鱼或者是捕飞鱼这种，有这种行程，体验捞飞鱼啊。哇塞，很好玩哦！你下次来，我也可以开船带你去啊。真假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赶快揪团，赶快揪！我们到底是在推荐专辑，还是在推荐观光？大家去蓝屿要坐大0号哦。大0号好像都可以，就是音乐要听野东西。既然都听野东西的音乐，要不如去蓝屿走一走，实地走进他们的文化里。跟当家亚维毛令亚维聊天室开门喽！ Hello， 欢迎来到亚维聊天室。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野东西乐团的吉他手以及主唱。Hello， 嗨，可以跟大家稍微做个自我介绍吗？我是野东西吉他手杰克，我是主唱阿良。耶，今天真的非常荣幸。那其实杰克老师他是我师范大学的学长嘞，学妹好，学长而且野东西超厉害的。你们之前在上一张专辑有得过金鹰奖，对不对？是，超强的。然后最近又发行了最新的专辑。那上一张专辑他们是做达悟族的母语专辑，这一张专辑呢，里面有母语，然后有华语，也有英语。但是这张专辑它的名称叫做 Free Man， 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要做 Free Man 这个专辑名称，它的核心是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就是很自由，很自由。对，就是我们没有再想要再以就是纯粹母语的方式，就是我们想要就是我们现在也不是都讲母语，我们是全部都会用。对。而且他写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是先乱唱一段英文。乱唱一段英文，所以阿良哥，你的英文超好，超烂，真假啦？巨烂。那为什么会？那你乱唱一段英文是怎样？可以，就他的那示范一下。你想示范吗？就只是那个腔调跟那个音色这样而已。腔调音色，然后会有一些单字，然后那些单字你都听得懂是什么，但是它组合在一起就是听不懂是在讲什么。对。听不懂，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就是你可能会有几个单字，然后会有旋律出来，对，然后但是因为那个单字的意义，你可以就把它变成一首真正具有意义的歌曲，对，蛮屌的啊，对啊，因为其实我最近有在滑很多社群媒体，现在有很多新的音乐人，他们会就是可能用一些录音软体就开始有一些 beat 就可以开始写作，那他们会丢出几个单字。比如说时间，或者是想念，或者是一句关键字，他们就可以做成一首歌。但虽然有时候那种算是即兴创作，为了做歌而做歌，但是有时候像阿良哥这种感觉，我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 feel 了，然后才浮现字，还是说，其实那些字都完全没意义，就只是觉得那个韵脚很不错对。真的哦。好啊，那 Free Man 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来跳脱被语言框架的创作，这样子。这张专辑，对，但是那个阿良唱完之后，其实我们会再润饰一下那个整个歌词的意思。对，然后就可能会一开始会有个想法，然后我们再把那个想法慢慢去延伸，这样子。是。那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们同名的歌曲它叫做就是 Free Man， 是。然后它里面完全都是英文的歌词。对啊，那这歌词是谁做的啊？其实大部分是我做的，但是他可能有讲到就是我们一开始的那个主题，所以就是我们会再把那个主题串成就是我们两个想要表达的概念这样子。OK， 所以那其实这张专辑是不是还是以蓝屿为一个主轴，为一个出发点吗 ？Free Man 它是因为蓝屿以前有一个明德班、立德班，立德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班？就是关一些逃兵啊，关一些犯罪的人啊，犯罪的人。对，立德班，为什么那不就是监狱吗？它就是监狱，其实就是监狱，其实就是监狱。对，现在那个遗址还在那边。遗址，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在那边了。早荒废，跟绿岛一样啊。绿岛监狱也是变成观光工厂了。观光工厂，所以那跟明德班有什么关系呀？
就是那边就是我觉得监狱就是有点像是自由的相反词。哦，你被监禁到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监狱里面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被关的一些犯人，因为兰屿很热嘛，有时候那些监狱的警察会放他们出来透气还是什么之类，有时候他们会是逃跑。那逃跑的话你其实也没办法游回台湾嘛，完全游不到啊，就只能在那个岛上乱晃，其实会扰民嘛，荒岛求生记啊，其实蛮可怕。然后因为他那里算是重刑犯吧，我记得。对啊。哦，真的哦。对。如果重刑犯他自己逃跑出来，然后他就可以自己就很像就随便逛大街这样走，不会有人把他抓走吗？就是他逃跑之后就一定会有警报了嘛，那全岛人就会知道，然后大家就开始紧张，大家就不出门了，全岛警戒。对。然后这个 Free Man 跟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串联，所以 Free Man 的那个前奏会有一个铁门开的那个声音，然后加上铁脚链啊那种，就是有点象征那种感觉，挣脱束缚，准备要挣脱束缚的感觉。对，就是其实它有点像是说这个岛，因为有一些就是别的文化去给予他们一些原本他们不需要去承担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以上一章我们可能是在讲，就是可能是在讲核废料，这章可能又在讲一些更文化一点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会放在那边，然后增加那边的一些隐忧，这样子，然后去只是把这个问题提点出来。是，但是并不是说就是那个监狱里面人他们要自由，就是比较不是往那个方向走，不是往那个方向走。讲到兰屿这件事情，他两个人是兰屿的达悟族嘛，对不对？那在专辑的一开场第一首歌，它就跟兰屿有关系，《回家吧，兰屿的孩子》。这首歌在写的是你的心声吗？还是说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其实就是因为我回去也差不多有10年了，返乡应该有10年。你现在就住在兰屿？对啊。哇，所以你今天是从兰屿游过来？是不是有飞机？对，好的，开玩笑嘛。好哪一题？对，回家吧，兰屿的孩子啦。因为其实在这首歌有没有听到很多声音？然后有听到鼓谣，然后有一些大自然的声音。就是有听到，像我们有一些人就一部分的人先回去了嘛。那我们在岛上，我们就会听到说，可能亲戚朋友或者是谁隔壁家的谁说，哇，你们好，你们都有回来，我的小孩在本岛。对，就是会听到他们有这种希望小孩子回来。老人家特别会有这种想法。对呀，因为那个岛就居民大概就是可以数得出来有多少人了吧？对啊。那如果说年轻人通通都往台湾或者是往别的地方去了，只剩下老人了，老人就会觉得，好像想要再继续做一些事情，好像后继也无人了吧？大家都会期待自己的孩子回来，但是当你回到兰屿之后，你又是另一种考验。对啊，你回去是要如何生存？对啊，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心得？是，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就是回去然后就做观光这个部分，所以就比较没有到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真的，那兰屿的我没去过兰屿耶。兰屿的观光有什么可以跟就是我们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来推荐一下好玩的？那就一定要去那个兰屿海饮喝一下酒。他的酒吧所以你是在兰屿开酒吧，太棒了，感觉可以先来揪个团。对，可以。而且兰屿应该是要在夏天暑假的时候好玩吧。其实它旺季是在3到10月份。3到10月份那就快了。这飞机跟船班是最稳的时候。最稳定的时候。跟气象海象有关系吗？海象啊，气候啊，对啊，差不多所以3月到10月，如果大家有计划要去海岛地方去兰屿玩的话，记得要来到我们的海饮酒吧。海饮酒吧找阿良哥，找野东西的主唱啊，顺便跟偶像见面一下。对，那说到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声音啊，就是大自然的声音，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我们有用到什么样的元素？
那个猫头鹰的声音。哦，角鸮那边的特有的猫头鹰，那是真的去收音收来的。我不知道他怎么找来的，应该是有人去录那边的兰屿的那个角鸮声音，然后我们再把它取样，很厉害。对，那在里面除了动物的声音，我们有听到古谣吧？有，古谣是请那个一个叫严都君老师，我们特别去请他到录音室。对，然后我们也有试出一支 MV， 就是他穿着他的族服，然后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对，然后他去唱，然后因为他有一些歌是我们有把一些歌截取段落混成这首歌嘛，他有一些是那种驱魔仪式或是他们的庆典用的一些的东西，很酷哎，驱魔仪式，所以他这一首歌它是有 MV 有画面可以看类似纪录片这样子，类似纪录片。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可以去搜寻它。那当然，在今天的我们的完整版 YouTube 也会来播放这一首歌，对，那大家就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个比较文化的古谣在唱诵的这种驱魔仪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完全都是达悟族语吗？全族语？完全。那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讲说，它里面唱的内容是什么部分是在驱魔，什么部分是在做什么仪式？前半段都是在歌词的讲述，然后后半段会有一个地方是他情绪转折点，然后变成是因为我们去年的7月就是去达悟族去兰屿玩了大概2个礼拜，然后刚好就遇到那个他们的大船下水的庆典。那个庆典就应该有100-200个人，就是在那边要扛着那个船，对不对？然后扛那个船之前，他们会有一个就是很凶悍的一个仪式。是跳舞吗？还是也算一点肢体动作？没有到真的应该没有到跳舞吧？对，一点肢体动作。我是在新闻上面有看过他们这个仪式，就是有很多人，然后就是穿你们传统服饰，就是比较少的服饰，然后就扛着那个船就下水嘛，对不对？对，那前面可能真的有忽略到，所以他是可能也是会有含一些族语之类。的仪式这样子吗？对，那个地方很酷，就是会听起来很像是很凶悍的叫嚣的感觉，很凶悍的叫嚣。对，因为应该是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赶走，所以他们要表现出很大的张力，然后是肢体的动作啊，然后脚步啊跟声音，然后会很多人就是一起去做出这个声音，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歌曲里面就是有做一个这样子的诠释，哇，很酷！所以在这一首歌里面，虽然它听起来很前卫、很新潮的编曲，但是你可以听到它里面是蕴含着非常多文化的元素是在里面的，对。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监牢的声音也放进去，还有脚镣的声音，然后跟这文化放在一起，你会不会很担心说，我们听众朋友听到就觉得这首歌超帅，可是没有听到历史，应该还好。历史可能就是我们没有这么琢磨在，就是变成是真的在讲一些历史的事件，就有点像是说用一个这个达悟的角度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让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那个出发点是什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回家吧，兰屿的孩子》。那它有搭配着纪录片，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待会回来继续再聊其他的歌曲哦。
们刚刚听完了这首歌，接下来要聊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去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应该是，它有点长，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应该是吧？应该是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对，台湾原创，但是它是恰是太长了，它的学名，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台湾有在推广本土语的音乐创作，每年都有原住民语、客语，然后还有一个台语的流行音乐创作。那刚好在去年，野东西乐团真的太帅了，入围2首歌，那这2首歌都有收录在这张 Freeman 专辑里面。那其中一首是蛇蛇蛇，然后另外一首歌是异族。那这2首歌呢，都是全族语的歌曲，但是分别讲述了不同的文化的故事。但首先，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蛇蛇蛇这一首歌，然后想要问一下你们，这首歌它是在讲什么？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古调哦，对。它是古调，那它故事是在写说，就2个部落的人冲突，对。这是部落冲突，对，那是部落冲突，跟蛇有关系。因为早期的马路都是那种人踩出来的，对嘛？那他们要出去打仗，那大家就是接着这样排队，对，然后就2方人，然后就有一个，等一下打仗排队。因为路是很小条，就小条的，对，所以就看起来很像有两条蛇，准备要对打，好可爱。然后那个人是在山上，他在种田的时候，他就看到，怎么好像要打仗了，就是要打架了。从山上可以看到2条，他的角度，然后他就哼出来这个古调，然后我就把这首歌想说，那既然他自己讲说是蛇，对。就是2条蛇互打，对。那我想说，那应该要加个嘎嘎吧，丝跟嘎嘎吧，应该让我觉得比较丝嘎嘎。所以这首歌歌名叫丝嘎嘎。对，有个 hook，就是里面的那个，就是他会这样呲嘎嘎这样，很坏的感觉。对，那歌名应该也是丝嘎嘎。对啊，我想起来了，因为刚好去年我是评审，我是真的是很有荣幸可以评到学长。学长，我是第一次受邀当这么盛大的这个创作比赛的评审，然后我就觉得哇，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其实原住民族真的超级厉害，但是你们的歌超强的，是我们有2首歌真的很难去割舍，就是这2首，丝丝嘎嘎，然后还有异族，然后我们所有的评委都觉得怎么办？每个人都入围1首，他们这2首太强了。就到最后我们投票，我们是用投票的结果是2首歌都入围，我们只入围10名，但是他们就入围了2首歌。对，然后丝丝嘎嘎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它是很血脉喷张的那种歌曲，但是就不晓得说到底蛇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原来它是古谣，对啊，它原来是古谣，是在讲战争。那另外1首歌是原住民族，我们这个我现在已经比完赛了啦，虽然有签保密条款，但已经过了可以讲了。我们的关灵芝老师一直觉得异族真的很好听，他甚至都觉得另一首歌我们就放下它吧，然后就让他好异族啦。他说这个文化的意义让他觉得非常感动，他听到那个眼眶泛泪，真的眼眶泛泪，而且他不断的告诉我们说就这首，所以这首在写什么？哇，这首我觉得就是他，因为这首刚好是词跟曲都已经，我觉得刚好到一个很互相帮助的一个地方。对啊，他就是在讲说，副歌的那个感觉是，好像是在祈求你不要再这样子对我们啊，我们是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故事线其实就是在早期国民政府进来统治，不是说统治啊，就是来管理兰屿这个区域的时候，对，那大家都来住地下屋嘛，那他们就是盖一个水泥房，叫我们去住那里。对，因为然后就教导你说要怎么穿衣服，你要怎么穿衣服啊，你要怎么生活啊，想要去颠覆翻转你们的文化，对，然后歌词里面就有写说，你其实你不用教我
做这些生活琐事，你也不用教我要怎么盖房子、怎么穿衣服，那些我的祖先都已经教给我了。对，想要让达悟族被汉化、被同化。难怪，因为关节啊，他可能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或者是他的长辈，也是从那个年代被同化过来，因为他们是客语嘛，讲客语的。那其实我阿嬷也是，我外婆啦，我小时候住山上，他们也是被迫，就是你要学中文啊，然后很多的规则，所以我们也有看到很多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觉得说，这个异族让他非常感动，因为他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经由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如果真的一定要被别人同化的话，那种感觉也是非常的奇怪。对啊，对。那说到这里，我们在这整张专辑里面，你们觉得有哪一些歌曲是你们最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除了这2首歌之外，一人选一首吧。好，我选人草。人草，对，黑草，就是在里面是写黑草，知名摇滚大前辈，大前辈会不会把他讲很老？林鸿明啊，这首歌在写什么啊？它里面好像写到昨夜喝的酒，为什么要这样笑？黑潮，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 riff 很帅，是属于开心的，对。那歌词就跟着也开心了。那他其实故事是在写说，我们返乡今年回来了，回到家乡了。那我们也靠着观光去赚钱了。对。然后我们生活都过得很舒服。是。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返乡回来，然后可以过得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对，又可以跟家人在一起。也是一种很 free 的感觉，但是其实他的编曲，你说他是用一个比较凶悍的那种感觉吗？都很嗨啦，就是整个。然后因为他人潮跟黑潮其实是黑潮是比如说把飞鱼带来，但现在的社会除了飞鱼之外，其实兰屿因为他们的文化啊，然后一些特色，观光业发展起来之后，对，其实每年都会观光客就很像那个。回流的那个飞鱼，他们会带了很多东西。前朝，人潮也是前朝，是黑潮，只是不想说的这么明白。对，其实可以说。我们一开始是讲人潮，然后他后来就觉得要不要叫前朝，然後后来就是最终会想说叫黑潮，是因为就好像就是因为那个洋流了。对，然后就觉得好像因为兰屿它是观光的时间都很像是飞鱼回来的时间。对啊，只是它会更长一点，人潮人又会更多，到10月。没错。飞鱼是到几月？到6月，3到6。3到6月，那也就是刚刚阿良哥说我们观光最旺盛的时候。对啊，所以黑潮带来飞鱼，飞鱼也是你们的收获的那个物品。在早期就是变成是，你抓很多飞鱼就很开心，就可以造福自己的家人啊，跟亲戚朋友。那现在就是我们只是把那个飞鱼变成是观光客之类的。对呀。飞鱼是可以吃一整年的吗？不行啊，我们有中食季啊。那它是什么叫做中食季？就是我们会去做熏成飞鱼干，然后熏好之后，然后可以挂在家里的某个地方。但是我们到了好像10月份还是11月份吧，还是12月份，我们是有一个日子。赏味期限吗？对，就有效期限就对了。你就不能再吃了，因为以前没有冰箱啊，对啊，会发霉啊。就是会有制造日期啦，你就差不多到10月就不能再吃喽。不是10月，是12月。12月 OK， 还可以到12月，差不多啦。所以你达悟族很厉害他们从以前就有那个食安的那个观念，有没有？食安观念非常好，所以大家都很健康。有没有东西不能保存太久，要赶快吃完，趁新鲜。我觉得这首歌你们就是把它安排的非常好，黑潮等于人潮等于前潮，那它也就是跟你们的飞鱼丰收季它是呼应在一起的。对啊，超酷。有一种说法是说，就是达悟文化是从飞鱼延伸出去，这样飞鱼的文化，然后衍生出来，然后他们就慢慢就是变成依照那个飞鱼去安排他们的一年的那个，就是什么时候要干嘛，什么时候要干嘛，什么时候要干嘛。真的就是按照你们就是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去捕飞鱼，到底要怎么捕啊？
它是真的会这样子飞起来？是真的会飞啊！我真的没看过哎。那它飞起来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在船上，它会撞到人吗？会到这种状况吗？如果撞到人的话，那就等于是你刚好是在一个大鱼群的范围内。他们会闪人群吗？也是会啊。因为其实我以前我很爱去海边，我很爱游泳，然后浮潜，然后我都会带一些面包，就在那边搓，然后那些鱼就是蜂拥而上，就会觉得我一直被鱼撞，手也是对，就是因为我住基隆啊，然后我就常常去那个外木山的海星那边，它是我们自己带蛙镜跟蛙鞋就可以在那边浮潜的那一种，然后算蛮干净的，所以我就会觉得，那如果是飞鱼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说，有船来了，有人要撒东西给我吃，然后就叭叭叭叭，不会，飞鱼很有个性的。真的他不吃面包，他不吃面包。不是啊，不一定，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啊，搞不好你们弄了什么面包虫之类的。撒炸！对不起。他们是飞鱼是看到那个火就会跳过来，对，它会聚光性。他们所以是半夜去捕，半夜跟白天。半夜跟白天去捕，酷。晚上归晚上的，白天归白天的。对。所以在观光的行程会有去看飞鱼或者是捕飞鱼有这种行程，体验捞飞鱼啊。哇塞，很好玩哦！你下次来我也可以开船带你去啊。真假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赶快揪团，赶快揪！我们到底是在推荐专辑，还是在推荐观光？大家去蓝屿坐大0号哦，大0号好像都可以。就是音乐要听野东西，既然都听野东西的音乐，那我们不如去蓝屿走一走，实地走进他们的文化里面去，好不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先来听歌。我们刚刚听了那几首歌，到底要听哪一首呢？听了就知道。音乐回来，我们现在要听一首我们来聊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那歌名叫做是《鸡蛋拿起乌鸦》，很难从字面上去了解它。可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要再争吵了。不要再争吵，鸡蛋拿乌鸦，怎么会跟不要争吵有相关？它就是一个母语啊，鸡蛋拿起乌鸦。对。就是达悟族，可以再叫我们一次吗？鸡蛋拿起乌鸦，鸡蛋那只乌鸦，鸡蛋那只乌鸦就是不要争吵。对，鸡蛋那只乌鸦，不要吵架了啦。因为这首歌是在写爱与和平。爱与和平。对。OK。爱与和平，就因为这首歌名如果是爱，太多人用。对。所以你就用达悟族的鸡蛋那只乌鸦。我好，还不错。鸡蛋那就你再讲一次。鸡蛋那只乌鸦。鸡蛋那只乌鸦。他那个对高音的地方不一样。那你讲一遍。鸡蛋那只乌鸦。对吗？很接近啊，很接近了的。鸡蛋那只乌鸦。为什么？是只有达悟人讲的才会有那个口音的。因为它的谐音就很像鸡蛋拿起乌鸦，难怪我就觉得为什么跟不要，它就是达悟语。不要吵架了。对，不要再吵架了。不要再吵架了。不要有战争了。
对，真的，现在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常常看到国际新闻，经常就有人说哦要战争了，谁要打谁了，要打过来了，真的是鸡蛋那就乌鸦。哦，有越来越标准了。鸡蛋那就乌鸦。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在我们今天真的聊得很开心，然后每一首歌都很想要介绍。在这张专辑最后面你们有做一个非常完美的收尾。这首歌它叫做是大岛 Big Island， 兰屿算是个大岛吗？应该是说这个词在当时的居民觉得我们住的地方是大岛哦，对，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小兰屿嘛，对，这里也是小岛，所以对。哦，当时候可能可是你们会航行啊，有可能会航到台湾来吗？也不确定。这就是一种自我意识啊，自我意识。我们的岛最大，对，我是大岛人。那时候好像是到巴旦岛。对。那为什么你会用这一张来去结束整张专辑啊？哦，这首我觉得这首是哪一首？那个大岛观感。对哦。这首我觉得很棒，是如果你要去兰屿的时候，你在搭船或搭飞机，或是在回家的路上，因为阿良他那时候他想要的感觉是他要回兰屿的路上的感觉，然后这首歌的感觉他的行进感很强啊，然后那个氛围感就好像哇，我现在要回去了，然后很兴奋要回去，然后我想到那边的羊啊，那边的东西啊，对，什么他很开心的感觉。里面有写到山啊、海啊、羊啊、猪啊。钓场还有等待你。为什么会说是大岛？其实这个歌就是写给真正在台湾的兰屿人，因为他想回家了。那里面的歌词就有在写。因为他在大岛，他要回来了。原来是这样。大岛 Big Island 其实它指的是台湾吧？对，是吗？然后另一方面，以前的兰屿人又觉得说我自我意识很强，我们就是大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双关。一语双关的那种感觉。那做完这一张专辑，因为这张专辑跟上一张它比较不同的点是，它真的很 free。你们对啊，它真的很 free 啊，对啊，有你们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心境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做纯主语跟做这张 Free Man。这张挑战性比较高，因为语言比较多，然后我们合作的人也比较多，因为这张就是我们突破了以往都是。我们这样都找了弦乐，然后找了不同的族，就是我们要找一些阿美族的、排湾族的一些原民歌手来帮助我们，就是像瑞飞、林宏明、阿法、九派、拉比，就是找很多来帮我们唱一些和声。那他们要唱这些和声的话，就是再来就是沟通，我们要让他阿良就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个母语要怎么发音啊，然后。这个中间遇到的一些困难，比上一张多非常多。哇，对，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因为我的记忆体已满。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野东西的2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来这个 Podcast 雅维聊天室来聊。那如果说大家喜欢他们的音乐的话，我们应该要在哪里可以搜寻到你们的音乐呢？还有你们的那个近况，脸书、Spotify 要如何搜寻？就搜寻野东西，搜寻野东西乐团。那在2026年有没有什么演出的消息，或是其他的作品会？我们的专辑现在正在预购，对，然后现在预购有特价，然后也会有我们5个人的签名，然后你可以选要签在正面还是背面，然后现在。预购的话还包含运费，所以现在是一个购买我们这个新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是黑胶，所以我觉得这张很有纪念价值。对，太酷了！所以在预购的时候，它可以在预购的页面上面就写说，你可以帮我签名，比如说我是雅维莫瑞，帮我签署名雅维莫瑞，我要签在背面这样子。对，你的话可以。你刚刚不是说他们可以选择？我们是签名啦，我们签我们5个的名字在正面或背面这样。
OK， 也可以不用签啊，其实也可以选择不签。对，OK， 所以这是目前好像还没有人选不签。一定要签的假的。有签名一定要签啊，因为谁知道会不会下一届金曲奖、金鹰奖还是什么就一炮而红，然后又红到全世界。对，希望咯。对呀，先签先赢。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野东西的杰克，还有阿良哥，谢谢大家，谢谢，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Kucingnya Yawai Mauring, kita Davavau Nia Leki, Neskaya Dalam.